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初七拜年下注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前两年暑假期将结束，指挥中心前几日的是接触表示讲，廿两礼拜呢係台灣防疫清關嘅時期，廿禮拜呢一個台灣疫情會有乜嘅變化呢？海外再過來觀察，還有近比國內清醒嘅疫情會有乜嘅清醒嘅變化？一下記者會嘅，一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等等就要開始，我哋來看一下一下現場嘅情形。邊哈是我們社區防治組的莊振祥莊副組長，那在中間哈是我們醫療應變組哈薛瑞元薛組長，也是我們衛福部的次長。那現在就請好我們指揮官來跟大家報告簡要的報告一下我們這一天的工作的一個進度。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哈，大家午安。那今天我們是宣布新增3例的確診，好，那都是境外移入。好，那其中這3位是一男2女，那年齡均為20多歲，入境日介於3月27日到3月30日，發病日介於3月30日到4月4號。那出國都是就學跟探親，那發現的管道是居家檢疫，好2例，居家隔離1例。那今天的申請案例374，哈，374案例在英國就學。那3月29日入境返家進行居家檢疫，那4月4日只出現腹瀉、咳嗽、流鼻水、嗅覺遲鈍等症狀。那5日通知衛生單位，然後安排就醫採檢。那按375案，於2月25日至到3月27日到法國探親，那期間曾至英國、荷蘭、比利時旅遊，個案返國居家檢疫。陸續3月30日至4月2日出現鼻塞、喉嚨不適，那失去嗅覺、微喘、發燒、腹瀉等症狀。那4月3日就醫採檢。那按376為按370的友人於美國就學。那3月30日與按370、371一同返國，居家檢疫期間因為返國搭乘的班機。有其他旅客的確診，所以改為居家隔離的接觸者。那按376於4月2日到4月5日，陸續出現咳嗽、流鼻水等噁心的症狀，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那最後這一位是我們這幾天大家一直都關心的就是一同返國那都是同班機的。那同班機到現在這一班機有10人確診。那總共我們到今天為止，總共有376人確診，那61人解隔離。那今天另外也跟大家要來報告就是口罩，口罩我們雖然訂了199.6但是到昨天晚上8點截止，那這第3波的實際的付款成功人數是183.6萬人，也沒有達到100%了。那接下來我們再請那個薛次長就我們現在整體我們的醫療照護機構就是它的一些應變的策略，還有我們相關的一些醫療的準備跟大家做一點簡報。那我們就請這個薛次好，各位媒體女士先生，我在這邊來跟各位報告我們目前所做的有關於醫療準備方面的一些作為。那首先是在檢驗的機構的部分，那我們目前有指定了34家的這一個機構，可以來從事這一個核酸的檢測。那目前的檢驗量能大概最大可以達到一日是3800件，一日是有嗎？好，那邊還沒有放好，那最大量能是3800件，那目前的話一天大概是量能是1500件左右。那另外在這個收治的跟採檢的醫院的這個部分，目前我們有163家的可以來從事這個採檢的院所。那如果說採檢之後，那屬於輕症的部分的話，
那我们会收到这个134家的应变跟隔离医院来收治。那如果是重症的，我们就会转送到52家的区域或者是医学中心来收这一个重症。那另外，我们全国有6家的网区跟其他的这个县市的应变医院一共有22家。那这22家目前都是扩大来设置这个专责病房，也就是说隔离病房。那把这些非武汉肺炎的病人集中收治到这个楼层，把这一个特定的楼层空下来，那以便来收治我们这些武汉肺炎的这个病人。那这是现在的阶段。那如果说疫情再进一步扩大的话，那这些应变医院22家的应变医院会停止收治非武汉肺炎的病人，只出不进。那最后如果是疫情更进一步再扩大的话，那会把这22家的医院清空，全部通通来只收这个武汉肺炎的病人。那目前隔离病房跟负压的病床的这个数字，负压隔离病床一共有970床，那现在空床是剩下到417床。专责病房的部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非负压的，但是是1人1室的这个病房，一共有1743床，那目前只剩1180床。所以说以现在的量能来看的话，是有2700多床那使用的这个床数是大概是41%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积极来建制的这个专责病房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专责病房正在还积极在建制当中。那另外如果说清空这一个应变医院的这些病床的话，那还可以再增加3000床，可以增加3000床的这一个1人1室的这个病床。那如果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那应变医院跟指定的100多家的隔离医院全数都清空的话，那预计是可以达到2万床。那在呼吸器的部分，我们目前全国来清点呼吸器的总数大概是在1万台。那这个是在全世界来讲，每万人有61台这算是比较高的。不过这一个1万台，以目前来讲，紧急可以调用的大概是在1300台左右。那目前我们正在努力那把一些闲置的这些呼吸器那可能还需要有一点点维修然后就可以来使用的。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正在清点。那目标是可以增级到2200台的呼吸器来备用。集中检疫场所那目前是有1553床可以再分散在这一个13个这一个区域里13个场所里面可以收1553床。那目前我们陆陆续续还在征用当中那目标是要达到可以这个3000床所以如果是疫情扩大的话，那除了我们目前在使用的负压以及一般的隔离病床，那再加上这个应变医院的清空，那可以达到在病房上面可以达到这个6000以上6000床以上。如果再加上这个检疫场所的话，那差不多可以达到1万个这一个收容的这个隔离收容的这个场所。那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一些武汉肺炎住院病人的一些分流。
在住院前，我们有分流的这个规范，居家隔离检疫的那就是由优先安排到往区或者县市的这些应变医院去采检或者住院。那集中检疫的，那就是有优先安排到这个集中检疫场所的这个负责医院。那机场的部分的话，如果采检之后确诊需要住院的，优先安排到这一些应变医院去。那目前在做社区的扩大采检，跟社区监测的这个对象，如果需要采检的，就是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指定的社区采检的院所去做采检。如果需要住院的话，那就安排到非重度的收治医院的这些隔离病房去。那这是住院前的分流。那住院后的分流的话，那依照这个病情那的严重程度，那可以上转到重度的收治医院，或者是这一个下转到轻度的这些医院。那现在我们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个案，就是加强扩大采检，这包括医疗跟照护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还有美国回溯专案的一些对象，以及这几天在清明连假前往人潮众多景点者。那在前面提到的医疗照护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照护机构的住民航空公司机组人员还有这回溯对象的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名单是有加到健保的资料库里面。所以说符合这一些条件的，那就是属于扩大采检的对象。那医师看到这些病人的话，那就是可以多加注意，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就是给予采检然后来做及早的一些处理以上报告。等下那个投影片再提供给大家了哈。那基本上大概我们现在就是检验的量能有3800每天，那可以采检的部位大概163家。那我们的医院的一些准备，我们现在在准备到第3个阶段，从第2个阶段跨到第3个阶段。那在第3个阶段里面，我们就现在有空床直接可以使用的是2142床。那如果到第4阶段的话，那我们的病室就会到有2万将近21000床。那我们的呼吸器现在有1300，这都是立刻可以来用的。好，那检疫所我们现在13个集中检疫所，1500多个位置那我们希望起码朝着一个3000的方向来做努力。好，那基本上在医疗的准备跟大家介绍到这里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那个《中国时报》提问那个连假过后，大家很担心疫情的扩散，然后我们现在有163个社区筛检站嘛，那民众可以自己去吗？还是说一定要诊所转诊？那目前有传出说那个诊所医师转诊的意愿不是很高那我不晓得说目前我们的那个社区筛检站诊所的转诊的那个转诊率是如何？然后如果说也有医生反映说，如果说他们认为是疑似病患，然后要到采检站采检，如果民众没有去的话，他们也不知道。那请问目前这个诊所的这个采检流程是如何？谢谢。基本上当然就是很多项都可以到采检的单位，那基本上还是要透过医师的诊断，不是我觉得想要采就采。好，那从我们的医院端也可以去，从我们的诊所端也可以去。好，然后第二个。在大家就觉得就是说，可能基层在转的这一部分，一方面就是说，有没有确实的转到，一个是有没有意愿转。好，那现在我们大概就也在发了一个通则，因为以前的相关的采检的规定相对的严格，像我们在扩大采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范围拉得很宽。所以基本上只要医生认为有可能，那基本上都会采。那有相关的症状，那大概一定会采。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转诊的相关的开立是不是有确实？
好，那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说要来监督，就开了转诊单之后3天内，好有没有去采检，那我们会加以追踪。好，那大概这几个方面，哈，我们都持续在努力。那好像这2天的，因为我们的倒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假期过后了，哈，主要是我们上个礼拜，好公布了一些相关的范围比较大，好像昨天的那个采检的人数就。昨天达到1800多个人哈，那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一个扩大采检哈，能够让这个可能会漏掉的减到越低越好。不好意思，联合报提问，想要问说，因为我们从4月9号起，我们就会开放民众可以寄送口罩在海外，但是好像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不少的航班其实是暂停飞航，那中华邮政有提到说，目前还有在飞航的国家可能才有办法寄送口罩。我们这边是否已经有统计，就是说目前可以送口罩到哪一些国家，哪一些国家可能无法，以及就是说有关于订弹性上班的指引，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有方向？另外还想问一下说，我们是否会订类似夜市、超市摊贩的时候？逛摊贩的时候需要去戴口罩，类似这样的指引。以上，谢谢。当然现在能够寄送是越来越困难哈，因为整个国际的交通也都限制的非常的多。好，那但是在寄送的时候，我相信就邮局会把相关，因为这也是一直在变化。好，相关可以寄达，可能在寄送的时候，好就会有相关，就是你寄不到，它当然就不会让你寄了哈。对，我说在邮局，那快递有困难的话，那有快递，反正这东西，好，就是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一样，然后在航班的减少或有时候禁止，都持续在变化中。好，那我们也可以请邮局跟快递说相关的哈无法寄达的地点，不过我怕说随时在变了哈，不过可能现场作业会比较好。那至于在不管是弹性上班，那尤其在讲就是说在夜市啦哈这些人口聚集的，前2天我们我们副指挥官有跟大家说明一下一个基本的方向，我们这2天会公布哈，来请那个。我们在今天晚上会再找经济部还有交通部观光局跟相关的机关，就未来在夜市啊、传统市场还有旅游景点等等，然后我们会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讨论。基本上大概最基本的原则2个嘛一个是总量那天讲过说进出里面要维持一定的量，那第二纵使进到一定的量如果里面还没有办法维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我们也会予以劝导。那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的时候那我们也会考虑停止。你好，台湾醒报提问。目前台铁跟捷运上班时间人潮依然还是有拥挤的现象，然后指挥中心这边对100人以上的大公司有没有强制规定上班时间要分流的规划？另外，国民党早上开记者会时有提到，希望政府能先公开第一线医护人员使用口罩的数量，让民众知道国内口罩量的需求，再进行口罩外交。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谢谢。使用口罩的量。我们现在大家就跟大家报告过，就是在医院里面，我们都提供到大家所提出来的。医院里面它是55天的备用量，55天的备用量。然后那个现在在基层的诊所也有提供相当足够。我们一开始大概就是等于是有点1天2片那相关的工作人员等等这样配送量。那后来我们也再增加了2成以这样的一个量。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昨天那个新增的4岁男童，他在3月25号的时候就有发烧，不过他之后可能是退烧，所以他后来还有去学校上课。那因为我们现在像是流感啊，就有规定说学生至少要停，就是休息5到7天才能去学校上课。那不知道说像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有没有考虑说，如果学生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相关的症状的话，他至少要停几天才能去学校上课？那另外第2题想请教一下关于那个检测量能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目前检测量能像符合检测的实验室，他们的医检师大概有统计有多少人吗？那未来如果说检测量能需求增加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考虑说要增加
加这个医检师的部分。那另外还想请教说，就是南韩目前有设置分子检验自动化设备，能够大幅提升这个检验量能。那不知道我们台湾有考虑这么做吗？谢谢。那现在讲那3800件哈，就是随时都可以做既有的机器设备，那我们的我们的医检师，那还有相关的这些试剂，都是随时每天都可以做这样子。那至于未来再扩大，需要再增加这人力，那我们都会来做了哈。那至于相关更好的设备、更好的方式，只要它的相关的准确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也都欢迎。那至于刚才那个记者问到，就是说弹性上班的事情，我们大概政府会自己做一些相关的规范，另外公布一些相关的原则，那每一个公司、每个企业可能它上班的形态都有所不同，它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原则，做最好的分流。长官有金周刊提问，然后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次清明连假第3天发细胞简讯，那其实根据交通部公路总局一些资料，他们在第1天就有发布一些说他们风景区车辆拥塞的一些路段，其实大抵跟这一次的发布的地区其实没有差太多。那我想请教的是，其实在交通部无论是高公局、高公路总局等等，都有一些车流的预估跟统计，乃至于就是观光局或地方政府有一些订房率的资料。那我想问的是，我们既然指挥中心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有没有去跟他们利用这些资料或数据来做一些统计或者是预估？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会用在之后可能的其他连假？那我想问的是说，我们既然是跨部会的单位，其他部会有没有在适时的时候给予一些资料或数据来做一些分析？那第二个问题是，当然有医师在提到说，德国他们在1周7天可以有一些350万的检体，那是以10人1组的区块筛检来替医疗人员做采样跟检测。请问这个在台湾是否会考虑吗？会使用吗？谢谢。大概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资讯组，所有相关部会的资料都会进到资讯组来做适当的研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用这样的区块检验，其实我们在食品检验都是用这个方法了。如果大家常常在讲以前说带药锌啊或相关的鸡蛋的一些检测，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指挥官请教一下，因为今天有公布说社区监测有这个扩大采检的特定人士嘛，那这个问题虽然问过很多次，但还是想请教一下，因为过去说目前来讲入境的人全筛是也负荷得了，那么说呢，因为当初会担心说伪阴性的情况嘛，那么不过每一个人也都会有居家检疫啦，但是如果说我们以高规格的防疫来看，入境是不是应该要全筛？那如果说居家检疫之后，这个前面居家检疫前再筛一次，这样是可行的吗？然后另外在垦丁的业者有说，他们垦丁大街的人潮密度不如捷运上面的人潮，那可不可以请中央这边也给个规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同班机10个人确诊，这个目前居家隔离的对象当中有考虑要全部做采检吗？谢谢。同班，目前在同班机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了然后第二个，在入境的时候全筛检我们仍然认为这样的一个效率不高不过呢，在集中检疫完之后是不是再做一点加强的措施？那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中然后第二个，在比捷运站要密那我想这个也不用做这样的一个比较了每个地方都有某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也积极规划希望能够分流的上班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错开，让它的密度降得比较低然后第3个，为什么会比捷运上面大概在饮食啦讲话啦相对都比较少不过我当然承认，在捷运的尖峰时期是比那个大街里面要来得多那不过所以我们才会强制希望在进到这些相关的大众交通工具里面，要强制大家戴口罩，也是这个原因。
主官你好，民事提问。我们有两个国际的问题啊。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最近有在这个媒体上面公开的讲说，他自己在过去2个星期有经历符合的症状，但是他没有检测，但他现在又康复了。他是靠他医生老公的建议，在 Twitter 上面分享，还有一些医生的呼吸法，然后类似我们看了那影片，他类似呼吸治疗法，就是深呼吸啊，或者来舒缓呼吸道的症状，让他在自我隔离的过程中完全康复。我们想请问，针对近期关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最新消息，近期关于呢中央新增加的3例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佢假条单单都会对境外泄露来嘅。第2班的确诊个案当中，有1例係西來嘅，2例係西滿嘅。也呢關於中央累計的案例數已經來到376例。韓國第2班新增加嘅個案當中呢，有2-3人假條都有出現皮膜埋面試嘅相關症頭，像其中嘅案374，佢係1例啲英國特殊嘅1例學生嘅。佢第3年29家下對國外轉來，都係新年除夕嘅時節就有出現奧利度啊，韓國有檢測，韓國有皮膜埋面試嘅相關症頭，下後呢就都會檢比就確診嘅。然後呢還有其中1例係375例，佢係第2年代到3年代也期間有許多法國去看親戚朋友，佢啲差唔多3月30到4月初2時節，沒有出現皮公色色，韓國有後連過霧霾狀況，沒有皮唔到面些相關症頭。第4月初3去本衛生單位檢測過後，啲檢比確診嘅。故種你一下皮膜埋面些相關症頭呢，其實係武漢肺炎同接出現嘅相關情形咯。一部分咩像鄉親朋友，假使唔係啲居家檢疫，還係居家隔離嘅鄉親朋友，都係隨時來注意亞身體情形，有出現相關嘅症頭冇。韓國聽聽一下關於疫情發展，一下指揮中心咪開始整理關於嘅醫療資源咯。從一下呢。關於營業相關嘅檢測能量，青島呢營業做嚟採檢到3800件案多，也都樣本咯。唔過呢當然係桃園差唔多係1500件案多。嗱，你啲針對沙期杜洪呢，也指揮中心呢未來換算為了控制相關的採檢的能量，韓國有沙期的檢測能量。也呢關於總共有163個醫療驗所，係做嚟呢本民眾來去採檢的。唔過呢啲採檢以前，也都騙人呢還係愛去地方的診所，亦係醫療單位，基本線上款的過後，將做嚟用轉診的安尼方式去進行採檢，給民眾係總得自家來去的。然後呢啲一下偏鋒的部分，嘅指揮中心就有講嘅，假使呢老關於所有醫療驗所所有的偏從來清出來，一下呢關於青島呢會有2萬人當嘅一類偏從做嚟本民眾來使用哦。韓國有大家請關心就講，頭期一部分，一下呢關於差唔多呢有1300台嘅一條頭期係做嚟用嘅，唔過呢假使指揮中心呢，佢係希望哦，佢講青島時節嘅全國呢會有9000人台嘅頭期係做得來用嘅，也呢看起來呢係做得來用關於嘅一條相關疫情。然後呢就會講啲針對籌備嘅時間呢，指揮中心就有講嘅，針對社交距離希望會減少民眾接觸一條防疫做法呢，可能呢接下來會針對像係夜市傳統市場，韓國像傳統一條蔬菜呢會希望呢，所有人客韓國有傳統入閘，都會帶定最咩相關嘅減制措施，一下同啲規劃當中。今日指揮中心沒有同大家講嘅，都會按部下時節。今日呢還會前面從係經濟部啊相關嘅部會來做討論咯，最講相關嘅做法都係會用來做。今日指揮個人城市中就進一步說明咯，就會講針對從係夜市啊傳統市場一部分，可能呢會有做人數管制安嘅做法，希望呢一度從所人唔好太多，唔好太減，按用呢將做啲減少一條疫情車塊來風險。你希望呢大家呢去到一條所採時間呢，盡量大家呢我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假使大家冇辦法早點來做，就可能呢會要求一條所採從去夜市就唔好再個做生意，唔好再個本人一批嘅，可能呢接下來就會有進一步嘅防疫措施會來公布嘅。咁以上呢就用簡筆同大家整理嘅一條記者會重點，繼續來看記者會現場嘅情形。
自主健康管理对一般人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是因为卫福部有另外对医疗院所机构照护机构工作人员有额外限制，说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得上班。那现在也已经有发生有社工人员在连假之后被要求不能上班的情形发生。所以有2个问题哈。第一个是说，昨天的措施对于医疗院所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会发生强制力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指挥中心说明清楚，所谓连假期间人潮拥挤的明确定义是哪些地方？去过什么样地方的医疗院所照护机构工作人员不能上班？那第2个问题是说，不知道在禁止医师人员出国以后，现在是不是也不希望医疗院所照护机构工作人员在国内进行旅游？以上。当然，第一个哈，这有些是相关是原则性的了哈。基本上，如果你出入的地方，好，你去旅游，那比我们这里还来得更空旷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道理说不要。好，当然，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这样是一个举那样一些例子，因为从我们的大数据里面来看，那地方的一些人潮确实比较多。那我也昨天也讲，一样是拥挤的地方，好，那就应该要好自己要自主健康管理。而你自己本身哈是会出入一些高风险，或是你的照顾的对象也是高危险群，好有慢性病、有生病这些病人，那为了哈双方的好，那也是要尽量要避免上班。那至于相关的这些哈，至于里面的一些工作的规定，我们目前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由各个机构里面就他们的专业去做相关的考量。你好，客家电视提问，就是美国它四科里斯普研究中心有就是研究出来说，他们找到新冠病毒的罩门，他们利用说在2006年从一名 SARS 的痊愈的病患者体内呢，然后他们找到分离出来的抗体，发现说这个东西可以成功中和就是新冠病毒，然后有助于他们就是在治疗的疫苗的开发。那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样是可行的吗？那目前呢在台湾的部分，那疫苗开发进度是怎么样？谢谢。好，这个SARS 冠状病毒跟这个新冠的冠状病毒，基本上它们是蛮类似的哈，所以在这个抗体上有可能是有交互反应的一个机会哈。那现在他们的研究当然是对于说这个交互反应是看起来是在某些部分是可以有交互反应的状况，那所以在对这个治疗或者了解我们的疫苗，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注射以后产生抗体嘛，那是不是要靠这个 SARS 的这个冠状病毒来帮忙我们？其实未必见得了。我们直接用我们的新冠的冠状病毒上面的相关的这些蛋白所制造出来的抗体，如果可以确实有效，那其实就是我们在研发疫苗上面最重要或最根本的部分。那他们的研究当然是发现了一些有交互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我想对于这个部分不管有没有这个发现，对我们的研发疫苗应该是不见得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国持续的这个用不同的方法在研发疫苗当中哈，那当然会有一些个别的不一样的报告出现哦，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国内的抗体的疫苗的研发哈，那一直都还是在积极的进行当中了哈，所以这个有适当的进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研发单位一定会跟大家做报告的。长官好，中视提问，想问一下那个在班机上染疫的376案是跟它的位置是坐在哪里？是不是跟就是其他染疫者的位置很近？因为这群染疫者他们的位置通常可以归类出2个区域，都是比较在中段或中后段的。然后想要问说，这样子的他们是是因为空气的那个空调循环，它的飞机是从前面过滤干净的往后吹，所以才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感染吗？那他们当时都有做好一些防护装备吗？那第2题是想请问，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医检师跟放射师，他们有反映说，因为他们的最近检疫量能非常大，那他们的工作也是很辛苦，但是他们的津贴可能只有医护人员的大概1/10，当然是要看每个医院不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明确规范的一个金额，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工时跟他们的这个薪酬有点就是津贴有点不成正比这样子，想请问这个指挥中心这边有什么看法？谢谢。
有关376这位，他是坐在65C 了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些从纽约回来的，可能大多数他们在当地就有感染啦，在飞机上当然也有可能被感染，那但是几率上面，我觉得还是以在当地，在纽约当地或美国这边工作就学的时候，感染的几率会比较高。以上，谢谢。那至于相关的一些这些各的不同的行业所涉及的风险，我们都会予以考虑那编列在我们相关的一些津贴里面。长官好，自由时报提问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这300多例的这个确诊病患里面，除了像肺炎啊、发烧这类比较重症的病患以外，这可能治疗也比较困难以外，有没有像轻症的一点的病患，比如有出现，比如说嗅觉味觉丧失啊、鼻塞、流鼻水、咳嗽之类的比较轻症一点的病患，他们的治疗有比如说会出现哪些症状的病患治疗可能会比较困难，或是比如说味觉、嗅觉丧失是不是很难恢复，很难把这些症状给消除掉？有没有比较特别难治疗的症状？这些病患的那个特性来看，谢谢。好，我们看到的还是肺炎的部分是比较难很快的复原的哈。那其他的症状，不管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等咳嗽，这些都是在过去我们自己的个案里面看到，他们都是算是相当快的，这些症状就会消失，然后就会轻症的都到后来住院的期间当中几乎都没有症状，就是等着我们的检验，他的呼吸道检体变成阴性的结果。那至于嗅觉味觉的部分，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资料，先前有跟大家报告过，那有一些是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都是嗅觉味觉还没有完全恢复，那有一些个案，那在出院前他的这个状况就都已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因为很多的个案都是比较后期，就是我们后面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才出现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个完整的观察跟收集资料以后再跟大家做报告。不好意思，中国时报，不好意思，我想确认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要扩大采检，那针对4大族群，就包含医疗照护人员，然后还有航空机组人员，那其中有提到说清明连假去人潮众多的景点的民众也要加强采检。那我想问一下，这些4大族群采检的门槛或说条件，他们一定要，例如说有需要出现症状吗？还是就医时只要符合上述4大族群条件就会来采检？我们应该是有分次纳入的，然后最早一个扩大采检是，就以特殊族群来说，我们是医护相关医疗工作人员跟照护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如果有发烧、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先暂停工作，然后接受采检。那采检阴性以后，然后症状完全消除以后，才可以恢复到他的机构里面去工作。那这是为了他们照顾的单位的照顾的病人或是住民的安全起见的哈。那所以这个对医疗工作人员或照护机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对特殊族群的最早说扩大采检的时候所界定出来的，经过专家小组讨论以后，那认定这样是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啦。那后来当然就继续有扩大到机组人员，因为也是有机组人员有发现会有因为他们的工作当中而发生感染的状况嘛，那所以也才会后来再把这些人员纳入。那最后这一次的到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风景区或旅游景点，那这个基本上是在我们的其他已经纳入所谓的扩大筛检的一个状况下，包括说他们如果出现肺炎或者是发烧、呼吸道症状，经过医师认定有这样的一个旅游史，然后也觉得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医师认定需要做采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采检。
指挥官好，黑猴健康网提问哦。第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很关心指挥官，就是现在每天都有进行直播，那民众非常关心说，指挥官好像从前天开始就戴起口罩，这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因为算是第一排都有相隔1.5公尺的距离，部长是以身作则提醒大家，只要在密闭空间就该戴起口罩吗？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学校都开始做 TOCC， 针对前几天连假是不是有到那个旅游景点出游，但是学校老师发现说家长在这部分很不认真，有时候家长讲的跟孩子讲的内容不一致，造成学校有蛮多的困扰。不知道对于这样的状况，指挥中心怎么看待，以及未来会不会对校方有更高规格的防疫措施？谢谢。没有，那戴口罩就是我们现在规定有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嘛那也有规定相关的没有办法达到社交距离就一定要戴口罩。那我也是因为要进出也要坐电梯啦等等的所以我就把口罩戴起来。那当然现在我们到这样的防疫第一波、第二波到这第三波来，还希望这样的一个社区的防卫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就戴口罩。那至于就说相关学校一些规定其实教育部相关的这些规定，我认为做得相当的完整那可能就要看家长的配合跟那个学校的一个执行力。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想请教，就是因为明天大陆武汉市就要解封了，目前我们指挥中心透过陆委会等单位掌握是有多少台湾人可能会返台？那预计我们这些要上机的检疫医疗人员呢，还有集中检疫所的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再麻烦，谢谢。相关的大概就是说明天，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很确认说它一定会解封了那解封解到什么情况？其实也都是一直有这些不同的一些说法出来，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防疫的措施里面仍然不变，仍然不变。那看相关的一些协商到底怎么样，我们再做相关的因应。那至于我们的集中检疫的地方，刚才跟大家特别报告过，我们大概现在有1500多个床位，那有一部分在那个等于是进到一些趴走的，大概占掉我们将近70个。那大概我们还有一部分是现在那个机场有相关的症状，然后在那边等待的也有大概也有100多人，不过那个时间比较短，那可能是1-2天。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在武汉前一次回来这300多人，所以现在大概有1000多个位置了所以相关在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个集中检疫的场所，应该是还可以因应。指挥官好，中天新闻提问，想要问一下，就是台大公卫学院有提出一个数字，如果每一周累计新增的本土感染案例不超过20个的话，台湾是不是就在安全期的范围？想请问指挥中心是否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就是03年 SARS 期间曾经有一个 A 隔离，就是旅客入境就要被载到军营隔离。那我们在现在未来如果有什么样的状况，会考虑用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去实施？谢谢。好，第一个大概就20个案例，其实20个本土的案例还是全部的案例？我认为这两个还是要本土跟境外移入要分开来看。因为在境外等于是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拦截的，那是本土的案例，恐怕还另外一个就是亲密接触者这些排除掉，我认为这都很难当做一个有没有社区传染的一个指标。那把这个2个排除掉之后，那20个案例是稍微多了一点的大概只有10个那样的案例，那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社区流行的一个情况了。你好，联合报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现在我们是在第3阶段，然后现在是66就是专责病房22家部分就是空下来收治非武汉肺炎的病人，然后未来的话就是只出不进，想要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才是到第4阶段，然后是什么样子的规模？譬如说是多少社区感染或院内感染吗？或是说等到这些病床不够收治的情况，叫做第4阶段？谢谢。
好，我们在过去从 SARS 以来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每个县市还有网区都有设有这样的一个应变医院。那这些应变医院平常每年都有做所谓的应变计划的一个每一年都要根据当时新的一些资讯而做修正，然后他们也都有做应变计划的演练，那这些演练里面，基本上他们都有所谓的负压隔离病房。当负压隔离病房收满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要分舱或是所谓分区分楼层的，准备把其他的病人清空，然后准备收治下一阶段住院的病人，就是这个特殊传染病的病人。那等到这每一个区段又收满一半以上，那就下一个区段的病房又要开始清空，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步的决定它要清空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是以医院里面收治的量能已经到什么程度，他要准备接收更多的病人的时候，那决定下一个阶段。所以在区段里面都已经收到超过一半以上，剩下的床位不多的时候，他就要全院清空，准备再收治下一阶段的病人数。所以这是每一家医院他都会根据他自己收治的状况而做需要的一个清空的一个应变准备。好，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刚刚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 A 隔离了哈。那在以前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当然没有做这积极的准备。那其实我们现在很早就开始做检疫所，跟那个安心检疫的旅社，这样的一些准备。那当然，如果发生了特别的情况，那启动军营这也是必要的一个方式。不过目前我们是没有必要这样子哈。现在积极把检疫所再扩大，安心检疫旅社的设置，让它能够更多。部长好 ，ET Today 询问，我想请教，今天新增的病例只有3例哦，看起来比先前要少一些。那我们以趋势来看，是不是可以说明境外移入的威胁有下降，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涵？还有清明连假对于疫情的影响，可能要观察到什么时候，或者是近期的疫情比较需要观察的重点在哪里？另外一题是关于针对弹性上班还有异地办公，部长昨天有说会进一步开会讨论相关的指引，有没有需要增加的地方？那想请问今天有没有一些给企业的进一步建议或提醒？谢谢。当然，经过这样的一个将近应该是说2个多礼拜来那境外的威胁境外移入的威胁应该是趋缓应该是趋缓。那不过在整个里面，在这一波的清明连假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移动，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大概到礼拜天大概7天之后，我认为就可以看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变化。不过我们在这段时间还是要努力的有相关的症状积极的采检，那自主健康管理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我们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企业指引我们大概都这2天这几个相关的社区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上次已经公布过一次了。那我们可能要在里面再做一些相关的，根据现在的情况又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修改。指挥官好，大纪元提问，想请问一下，最近有一名大数据的科学家分析近几周的谷歌搜索的数据，发现最常见的前3个症状是失去嗅觉、发冷还有发烧，其中排名第4的是眼睛痛。想请问一下张教授，就目前的观察，就是300多名的确诊者中，大概有多少人出现眼睛不适的情形？这也有可能是确诊者的症状之一吗？谢谢。好，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个案里面有特别抱怨眼睛的状况。那国外当然有一部分报告说，好像有少部分病人会有结膜炎的现象。那也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个专家认为，他可能就是眼部没有防护好，然后病毒侵入到眼睛的部位。那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国外有一篇研究，
那应该是从新加坡出来的。那说这眼睛的部分，他们也去做采检，那通通都没有看到有新冠病毒的存在。所以这个眼睛的部分到底是扮演多重大的角色，我们当然是认为它有可能还是有经过我们眼睛的这个黏膜而病毒侵入，可是会造成眼睛本身的一个病变或状况发炎的现象的话，应该是不是我们的重点了哈。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哈，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